上下5000年，幾多風流人物，每日半個鐘，由我指點江山，聰明學堂，同你細說歷史，分享智慧。主講李沛聰。各位，喺皇權專制嘅時代啊，每一次權力嘅交接呢，都意味住一次危機嘅。一個皇位嘅繼承人啊，可以順順利利、穩穩陣陣咁接過皇位呢，其實就並唔係一個大概率事件嚟嘅。事關一來啊，有機會做皇帝、想做皇帝或者講有資格做皇帝嘅人呢，就唔止一個嘅。二來，就算俾你一時間登上個皇位啊，係唔係坐得穩，能唔能夠真實咁掌控政權呢，都仲係個問題。所以歷史上每一次嘅皇權交接啊，就算係嗰啲表面上睇起嚟風平浪靜嘅，其實裏邊都暗流湧動，一個唔覺意啊，就血流成河，人頭落地噶啦。嗱，上回我哋講宋太宗同佢嘅宰相嘅時候呢，就講到宋太宗立咗趙恒做太子。咁本來立咗太子呢，咁舊皇帝死咗就太子繼位啊，係啦。但係到咗宋太宗死嘅時候啊，宋朝都依然面臨一次爭位嘅風波，幾乎係搞出事嘅。咁呢一回呢，我同大家講講宋太宗嘅皇位繼承問題啊。嗱，話說宋太宗當年啊，以宋太祖趙匡胤弟弟嘅身份繼位登基，因為名不正言不順啊，所以佢遲遲都唔敢立自己啲仔做太子嘅。事關宋太祖嘅兩個仔，仲有佢弟弟趙廷美呢，都有繼承權嘅。喺幾年之後啊，宋太祖嘅兩個仔，一個俾佢逼到自殺，一個係暴斃，而佢弟弟趙廷美呢，亦都遭到迫害而死。咁一嚟啊，宋太宗終於係得償所望，可以名正言順將個皇位傳俾自己啲仔啦。咁但係呢，佢立儲君呢件事啊，竟然係非常之唔順利噃。嗱，有朋友可能會問：喂，立繼承人立長子就係啦，咁最多立嫡長子嘅啫，點解會出問題呢？嗱，本來啊，宋太宗確實係想俾大仔趙元座接班嘅，但係趙元座呢份人啊，就好有同情心，心靈又好脆弱嘅。佢叔父趙廷美俾個老豆迫害致死呢，令到佢係受咗好大刺激，居然係精神失常。咁有一次啊，甚至係放火燒咗自己寢宮。宋太宗啊激鬼氣啦，將呢個大仔趙元座啊廢為平民，俾第二仔趙元熙擔任開封府尹嘅職務。咁呢個開封府尹啊，係宋太宗做皇帝之前嘅官職。咁外界呢都將呢個位置啊解讀為準太子嘅。點知呢個準太子趙元熙冇幾耐之後呢，就突然間意外病死咗噃。死嘅時候只有27歲。咁佢一死呢，搞到宋太宗立邊個做繼承人啊，真係認真拗頭啦。而且兩個仔都出問題啊，對於趙光義嘅打擊都好大。嗱，數起上嚟呢，宋太宗趙光義有6個仔嘅，咁大仔啊知一線，第二仔啊死咗，咁按講就應該立第3個仔趙元恪噶。但係前邊嗰2個仔都出問題呢，令到宋太宗唔多唔少有啲心理陰影，所以一路都落唔到決心嘅。事關立儲君呢件事啊，關係到國家嘅未來，咁一定要小心為上嘅。呢個時候啊，佢係諗起個人噃，呢個就係以正直敢言著稱嘅寇準啦。佢係想聽下寇準嘅意見。不過寇準呢個時候呢，就俾佢貶咗去青州，原因呢就係頂撞皇帝。咁啊，夠膽死頂撞皇帝嘅，梗係夠膽講說話噶啦。宋太宗呢個時候想聽意見啦，又將寇準啊召翻翻嚟啦噃。問寇準話：朕呢幾個仔邊個可以託付天下呢？寇準就話：知子莫若父，皇上你話得咧就一定得噶啦，唔使問第個嘅。聽完寇準呢一番話，宋太宗啊終於落定決心，立第3仔趙元恪做太子，改咗個名呢叫做趙恒。嗱，咁啊上一回我哋都講過啦，宋太宗立咗呢個太子之後呢，見到大家都好支持佢，話趙恒係社稷之主。佢啊竟然嚇起醋上嚟喎，同阿寇準話：喂，四海深歸太子，咁我點算啊？咁即係想我早啲落台嘅啫。好在寇準啊反應快，同佢講話：唉，咁啊證明陛下你有眼光咯，呢個係國家之福，萬世之福嚟嘅。
咁樣呢，宋太宗啖氣先消咗。不過宋太宗呢個反應啊，雖然俾寇準撳住咗，但係亦都俾旁邊一個人記住咗噃。呢個人係邊個呢？就係當年喺燭影斧聲裏邊通知宋太宗趙光義入皇宮嘅太監黃繼恩。喺20年前啊，宋太祖趙匡胤駕崩，黃繼恩就唔理皇后嘅意旨，走去通知皇帝趙光義入宮，既成就咗宋太宗嘅皇位，亦都為自己呢換嚟咗20年嘅榮華富貴。佢區區一個太監啊，可以權傾朝野，手掌兵權，甚至呢仲去四川平亂添，真係就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嘅。若然當年佢稍稍有啲遲疑呢，恐防就只能夠屈喺皇宮裏邊做個太監仔啊，終老啦。呢個時候啊，宋朝又準備面臨一次皇位嘅更替，黃繼恩心裏邊就好緊張啦。事關啊，皇太子趙恒對於佢就非常之唔感冒嘅。咁通常皇帝老豆零舍寵信嗰啲人呢，個仔都唔中意噶吓。所以若然太子趙恒順利繼位啊，黃繼恩就冇戲唱噶啦噃。於是啊，黃繼恩開始四出活動，密謀將太子拉落馬啦噃。嗱，咁要將太子拉落馬，要揾另外一個人頂上至得噶。有咩好人選呢？有呢個太子候選人啊，就係宋太宗嘅大仔趙元佐啦。嗱，呢個趙元佐啊，之前啊縮咗啦，咁但係時間一長呢，病就慢慢好翻啦噃。咁點解黃繼恩啊睇中趙元佐呢？有兩個原因嘅，一個佢係大仔，大仔繼承皇位係天經地義嘅，有競爭力。第二個呢，佢俾廢為平民好長時間啦，冇乜勢力嘅，咁啊容易控制擺布啊嘛。有咗人選之後啊，黃繼恩就開始密謀啦噃。咁首先呢，佢要得到一個人嘅支持嘅，呢個就係皇后啦。若然冇皇后支持，佢一個太監又搞唔出咩花臣嘅。而且皇帝死咗之後呢，真正有權廢太子嘅就只有皇后嘅啫。而且宋太宗呢位明德皇后啊，自己就冇仔嘅，所以無論邊個做太子呢，都唔係佢親生仔，爭在佢係中意邊個嘅啫。嗱，咁黃繼恩啊，畢竟係個太監嚟噶，見皇后嘅機會係比較多嘅，於是呢，經常就喺皇后面前講太子趙恒嘅壞話。咁時間一長啊，皇后對於太子啊唔多唔少有啲意見啦。咁除此之外啊，黃繼恩仲拉攏咗參政之士李昌齡、資制告胡旦等等大臣呢，一齊密謀廢咗太子趙恒，重新立大王子趙元佐為繼承人。嗱，黃繼恩離間皇后同太子嘅關係呢就幾成功啊，但係想離間宋太宗同太子嘅關係呢就唔係咁成功吧。趙光義呢份人呢就冇唔晒嘅，而更加關鍵嘅原因係啊，太子趙恒嘅表現係非常之好。擔任開封府尹嘅時候啊，佢嘅政績係非常之出色嘅。史書裏邊記載話，趙恒才決輕重，微不稱俠，故京獄屢空，太宗屢召褒美。意思即係話呢，趙恒裁決無論輕重啊都非常之合適，所以京城裏邊嘅監獄呢經常都冇乜人嘅。宋太宗啊好滿意，仲經常落詔書去表揚佢添。咁一嚟啊，黃繼恩就揾唔到委入趙恒噃，點算呢？嗱，講起上嚟呢個黃繼恩呢都幾好嘢噶吓，真係鍥而不捨嘅。平時揾唔到委入你係嘛？唔緊要，關鍵時刻一槍致命。幾年之後啊，宋太宗趙光義病重，睇白就唔得噶啦。呢個時候只要黃繼恩故技重施，又有皇后支持吧，只要宋太宗一死啊，佢宣召大王子入宮，用皇后嘅名義立趙元佐做皇帝，咁啊趙恒亦都冇辦法噶啦。咁黃繼恩呢個陰謀成唔成功呢？我哋轉頭繼續講下。話說宋太宗趙光義病重，眼睇住隨時就斷氣噶啦。呢個時候呢，喺廢立繼承人嘅問題上邊啊，黃繼恩同埋皇后啊佔有優勢嘅，事關傳召嘅權力喺佢哋手裏邊。只要佢哋唔傳太子入宮啊，太子就唔可以隨便入宮嘅。佢哋只要等到趙光義一死啊，佢哋就可以馬上將皇長子被廢為庶民嘅趙元佐呢，重新立為天子噶啦。咁呢個呢，根本上就係一次政變嚟嘅。嗱，咁正當黃繼恩以為成竹在胸，大局已定嘅時候呢，有個人就話咗句事噃。邊個呢？就係我哋上一回介紹過嘅宰相呂端啦。嗱，呢一日啊，
呂端啊如常入宮探望皇帝，一入寢宮呢，就見到皇后同皇繼恩兩個啦。佢再立一立，有啲奇怪噃，唔見太子噃。嗱，咁呢個時候啊，皇帝啊隨時斷氣嘅，繼承人唔喺身邊，咁啊似乎真係有啲問題噃。嗱，呂端呢個人啊，個樣就好懵盛盛嘅，個人又生得肥咯噃，所以大家都覺得佢係懵閉閉嘅。其實呢，佢心裏邊啊不知幾精靈。佢一睇咁嘅情形啊，就知道呢有人想阻止太子登基啦。咁邊個呢？望望就知啦。而家邊個守喺皇帝身邊咪邊個咯？梗係皇后同皇繼恩兩個啦。咁呢個時候啊，宋太宗趙光義啊已經人事不知噶啦。咁若然佢一斷氣啊，皇繼恩又搞多個虎星捉影，咁點算啊？呂端啊心諗事不宜遲啦，馬上要通知太子先得。嗱，佢又冇帶紙噃，於是呢就喺上朝嘅剔板上邊寫咗大漸兩個字，然後交俾親信，叫佢馬上送去東宮。咁大漸係咩意思呢？即係病危嘅意思啦，即係話俾太子聽啊，皇上已經病危啦，喂，快啲入宮啦，遲咗就出問題噶噃。果然啊，過咗無耐，太宗皇帝就駕崩啦，皇繼恩開始行動啦噃。佢就同皇后話，而家呢一定要召宰相呂端過嚟商議皇帝嘅人選。佢又諗住呂端一嚟到啊，俾佢同皇后兩個人夾住，出唔到咩聲啊。而且呂端呢個人平時睇起身懵盛盛，皇繼恩心裏邊係睇佢唔起嘅，完全都唔覺得呂端會掀起咩風浪嘅。殊不知今次係瀨嘢啦。宋太宗趙光義當年都話過啦，呂端小事糊塗，大事不糊塗。皇繼恩呢睇怕就冇記住宋太宗呢個評價啦吓。嗱，咁啊，皇繼恩出咗皇宮，嚟到中書省揾到呂端，嗌佢入宮啦噃。呂端一聽就知道咩事啦。佢就同皇繼恩講，話自己手裏邊呢有一份太宗皇帝以前親筆寫過嘅詔書，咁我哋入宮商議啊，梗係要帶埋份詔書先得噶。皇繼恩一聽就拗晒頭啦，點解我唔知有份咁嘅詔書嘅？就催阿呂端去快啲揾啦。呂端啊扮晒懵，話哎呀，真係一時之間啊唔記得喺邊度，哎呀，不如你幫手一齊揾下咧。皇繼恩啊心急噶嘛，咪同呂端一齊揾咯。點知揾得幾穩，呂端啊說聲走咗出去，咣聲將個門啊關咗起身，將皇繼恩啊鎖咗喺書房裏邊。皇繼恩呢個時候大叫中計啊，已經遲啦吓。咁呂端將皇繼恩軟禁咗起身之後啊，就直奔入宮。咁呢個時候呢，皇太子趙恒亦都接到佢嘅通知，嚟到宮裏邊啦。呂端啊先係入宮向皇后稟報。皇后一見皇繼恩冇嚟呢，知道事情啊唔係好對路啦噃，就同呂端話啦：皇上駕崩，咁依照慣例就應該立長子繼位嘅。咁而家應該點辦好呢？呂端拱一拱手，好有力咁話：先帝立太子，正係為咗今日之事，仲點可以有異議嘅呢？咁皇后啊知道自己理虧嘅，況且皇繼恩又唔知去咗邊，就唔敢再出聲啦。呂端啊知道事不宜遲啦，馬上叫參知政事溫仲舒呢宣讀遺詔，再請皇太子趙恒啊喺太宗皇帝嘅靈柩前面宣布即位，跟住又去大殿面見群臣。咁趙恒呢個皇帝位呢，先算係正式坐穩。嗱，趙恒面見群臣嘅時候啊，前邊仲遮住堂簾嘅，呂端啊怕出問題啊，走上去掀開堂簾睇睇，真係趙恒啦，咁先至退翻落嚟，率領群臣一齊朝拜。當年宋太宗話呂端大事不糊塗呢，果然係真係冇講錯啊！嗱，咁呢個趙恒啊，就係宋朝嘅第3位皇帝，歷史上呢稱為宋真宗。宋真宗即位之後啊，對於試圖政變嘅皇繼恩佢哋幾個呢，都採取咗寬大嘅處理辦法，只係對為首嘅幾個人呢削官放逐啫，其他人亦都冇再追究。咁呢一種咁寬大嘅處理方式啊，喺中國歷史上呢，其實都幾罕見嘅吓。以皇繼恩嘅所作所為呢，莫講話殺頭啦，就算株連3族啊，都一啲都唔出奇嘅。而宋真宗對於佢不但止冇株連，連頭都冇殺，咪認真好人啊！呢個呢，可能同佢性格都有啲關係。趙恒呢份人啊，性格比較溫和嘅。咁佢做咗皇帝之後呢，仲恢復咗哥哥趙元座嘅爵位，
咁對於親情啊都比較睇重嘅。而對於一度想廢咗自己嘅皇太后呢，佢亦都冇採取任何嘅報復措施，而且仲表現得好有孝心添。咁樣嘅一位皇帝啊，喺皇權專制嘅時代呢，都算係幾難得噶啦。不過正所謂針冇兩頭利啊，宋真宗呢份人係幾好人使啦，但係呢就比較林善，亦都比較缺乏進取精神嘅。咁所以喺佢領導之下，宋朝啊越嚟越傾向於守內虛外，喺外交同軍事上呢就越嚟越軟弱啦。咁呢一樣嘢呢，我哋留待下回再同大家慢慢講過啦。